一文教識你點樣測試網站速度 SEO 表現。網站速度同 SEO 表現直接影響用戶體驗同埋搜索排名，對企業線上運營至關重要。唔少運營者因缺乏系統化測試方法，難以精準定位優化方向。以下將從速度測試核心指標、SEO 關鍵維度檢測、專業工具應用三大方面，為你拆解科學嘅測試方法，助你全面掌握網站優化要點。一、網站速度測試需聚焦核心指標，頁面加載時間係基礎，建議重點關注首次內容繪製、首次輸入延遲同埋最大內容繪製，呢啲指標直接反映用戶感知體驗。測試時需覆蓋唔同設備同網絡環境，確保移動端同台面端均達到優化標準，避免因設備適配問題影響用戶流傳。二、SEO 表現檢測需圍繞關鍵維度展開。首先係網頁內容優化，檢查標題標籤、描述標籤嘅準確性與相關性，確保關鍵詞合理佈局。然後係站點結構優化，確認導航層級清晰，內鏈佈局合理，方便搜索引擎爬蟲捉取。最後係移動端適配性，隨住移動搜索流量佔比提升，響應式設計係咪到位，已成為 SEO 核心考核點。三、善用專業工具提升測試效率。速度測試可選用 Google PageSpeed Insights， 唔單止能夠俾出分數評級，仲能夠提供針對性優化建議。SEO 檢測則可借助 Ahrefs、SEMrush 等工具，全面分析關鍵詞排名、反向鏈接質量等數據。此外，香港地區用戶可關注本地搜索引擎嘅適配性，通過相關工具檢測網站喺本地搜索環境中嘅表現。總結嚟講，網站速度同 SEO 表現測試需兼具系統性與針對性，從指標監測、維度拆解到工具應用，形成完整閉環。透過科學測試，精準定位問題並持續優化，既能提升用戶體驗，亦都能強化網站喺搜索領域嘅競爭力。若需進一步優化方案，可依據測試數據制定個性化策略。